10个你绝对不知道的生活黑科技。在现代社会，科技的迅猛发展带来了许多令人惊叹的黑科技 （life hacks）。这些技术不仅改变了我们的生活方式，也提升了生活质量。以下是10个你绝对不知道的生活黑科技，它们涵盖了创新的设计、实用的功能和高效的操作方式，让你的生活变得更加智能、便捷和惊喜。智能空气净化器，未来的清新空气。智能空气净化器是一项集成了先进技术和设计的创新产品。不同于传统的空气净化器，智能空气净化器配备了高精度传感器，能够实时监测室内空气质量。通过手机应用程序，你可以随时查看空气质量数据，并根据实际情况自动调节净化模式。这种设备不仅具备高效的过滤系统，可以去除99.97%的微小颗粒物，如 PM2.5、花粉和灰尘，还能够在空气质量下降时发出警报，确保你和家人的呼吸环境始终清新健康。自动植物浇水器，让植物自我照顾。对于忙碌的都市人来说，自动植物浇水器是一个非常实用的黑科技。这种设备通过内置的湿度传感器监测土壤的湿润程度，并在需要时自动进行浇水。用户可以通过手机应用设置浇水频率和水量，确保植物始终保持适宜的湿度。自动植物浇水器不仅节省了大量的时间，还能够有效避免植物因过度浇水或缺水而受损。无论你是忙碌的上班族还是经常出差的旅行者，这种设备都能帮助你保持绿意盎然的居家环境。无线充电桌面，告别电缆烦恼。无线充电桌面是一种革命性的创新产品，它将无线充电技术与办公桌面完美结合。桌面内置了无线充电板，只需将兼容的智能设备放在桌面上，即可开始充电。这种设计不仅简化了充电过程，还避免了传统充电线缆的纠缠，使桌面更加整洁。此外，一些无线充电桌面还配有内置的 USB 接口和无线充电区域，满足不同设备的充电需求，让你的办公环境更加高效和便捷。智能垃圾桶，垃圾处理的智能化。智能垃圾桶是一项集成了高科技的家庭必备设备。它配备了自动开盖功能，通过红外传感器检测垃圾的接近并自动打开盖子，避免了手部接触。此外，智能垃圾桶还可以根据垃圾类型进行分类处理，部分高端产品甚至配有气味消除系统，保持空气清新。智能垃圾桶的内置系统可以监控垃圾的填充程度，并通过手机应用提醒用户及时清理，提升了垃圾处理的效率和卫生水平。智能家居助手，全方位控制你的家。智能家居助手是一种集成了语音控制、远程管理和智能化设备的综合系统。通过与家中的各种智能设备，如灯光、空调、音响等连接，用户可以通过语音命令或手机应用程序进行控制。智能家居助手不仅能够实现温度调节、灯光控制和音乐播放，还可以设置场景模式，例如离家模式或就寝模式，使家居生活更加便捷和舒适。通过这种系统，用户可以在外出时实时监控家中的情况，提升了安全性和生活质量。磁悬浮音响，音质与科技的完美结合。磁悬浮音响是一种利用磁悬浮技术实现声音播放的高科技音响设备。通过磁力的支持，这种音响能够在空中悬浮，减少了震动和噪音干扰，提供了更清晰的音质体验。磁悬浮音响不仅具备卓越的音质，还具有独特的视觉效果，使其成为家居装饰的一部分。对于追求高品质音乐体验的用户来说，这种音响无疑是一项令人惊艳的科技创新。智能健康监测手环，实时跟踪你的健康。
智能健康监测手环是一种集成了多种健康监测功能的 wearable 设备，它能够实时跟踪用户的心率、血压、睡眠质量、步数和卡路里消耗等数据。通过与手机应用连接，用户可以详细了解自己的健康状况，并获得个性化的健康建议。智能健康监测手环的设计不仅注重精准的数据记录，还提供了提醒功能，例如久坐提醒和运动激励，帮助用户保持健康的生活方式。8智能冰箱，从内部到外部的全智能管理。智能冰箱是一种集成了先进科技的家用电器，它配备了内部摄像头，可以实时监控冰箱内的食材情况，并通过手机应用提供提醒。例如，当某种食材即将过期时，冰箱会发出通知，还可以根据食材的存放情况提供食谱建议。部分智能冰箱还具有触控屏幕，支持在线购物和清单管理，使冰箱的使用更加智能和便捷。9多功能便携式手持吸尘器，随时随地的清洁助手。多功能便携式手持吸尘器是一种集吸尘、清扫和擦拭于一体的高效设备。它配备了多个清洁附件，能够应对各种清洁任务，如地毯、家具、车内等。由于其轻巧的设计和强大的吸力，这种吸尘器非常适合进行快速清洁和应急处理。无论是在家中还是在车内，这种多功能手持吸尘器都能够有效提高清洁效率，节省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。10智能开锁系统，安全与便捷的完美结合。智能开锁系统是一种结合了指纹识别、面部识别和密码输入等技术的智能门锁。用户可以通过手机应用程序远程控制门锁，查看开锁记录，并设置临时密码给访客。这种系统不仅提高了安全性，还提供了便捷的开锁方式，避免了传统钥匙的丢失和烦恼。智能开锁系统的设计注重用户体验和安全保障，使得家庭生活更加智能和安心。结论：以上介绍的10个生活黑科技不仅具有创新性和前沿性，还在实际应用中展现了出色的实用性和高效性。这些科技产品通过智能化的设计、便捷的功能和高效的操作，为现代生活带来了极大的便利和提升。无论是智能空气净化器、自动植物浇水器，还是磁悬浮音响和智能健康监测手环，这些黑科技都展现了科技在改善生活质量方面的巨大潜力。通过了解和使用这些生活黑科技，我们不仅能够体验到科技带来的惊喜，还能够提升生活的舒适度和效率。未来，随着科技的不断发展，我们可以期待更多令人惊叹的黑科技产品不断涌现，进一步改变我们的生活方式。希望这些黑科技能为你的日常生活带来实实在在的帮助和启发。